须要提醒大家，诈骗永远都不会消失，他们就跟新冠病毒一样，他们会随时随地的都在我们身边。我们回想这几年，我们防疫做的不是很好吗？因为大家都很努力，很有警觉心，所以我们现在呢，防诈要如同防疫，我们也是一样拿出我们的警觉心，我们好好的预防诈骗。我相信我们可以把诈骗降到最低最低。那么每一个人都学会保护自己。刚好唐爱珍女士是警察局第4分局非常成功的一个拦阻案例，所以借由邀请唐爱珍女士担任我们的反诈大使，然后呢，同时借由她的现身说法的方式来吸引更多高龄长者及退休族群的关注，能更唤醒市民朋友的防诈意识。接下来还有35个场次陆续会在4月开始即将办理，并且到7月中旬结束。那还有35个场次都会结合各区的区公所、民政局跟社会局一起，大家来共同举办，然后进入社区邻里，然后共同唤起我们市民朋友的反诈意识。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防诈的工作是黄伟哲市长在他任内最重要的一个政策，不只是警察局，各局处大家都一起来做防诈的一个工作。这一次非常感谢唐爱珍女士愿意来承担我们防诈大使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接着她就会进入到我们37区，为我们的民众，尤其是一些高龄者的这些长辈们，大家来做所谓的防诈的一些宣导。那也把她个人的经验跟大家来分享。那唐爱珍女士其实她是非常的亲耳而且高知名度，所以透过她来做相关的这些防诈宣导，我想她是最佳的一个人选。那么也希望透过这一次全面性的这些防诈的一个宣导工作，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对于防诈的一个认知更加的一个了解。那我想在这个时代整个防诈识诈的工作其实是全民大家应该共同来推动的。那希望透过我们防诈大使唐爱珍女士的协助，让台南市在这样子的工作上能够做得更好。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4月18日礼拜5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114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18号举行盛会安座仪式，现场邀请运动代表队来接盛会，同时邀请台南市副市长叶铁山代表市长黄伟体完成安座，展现对这项盛会的高度重视甲期待。经过将近1个月时间，全中运盛会完成了环台任务，转来到台南。伫选手代表以及台南市7大跑团，包含苏志斌间歇团、跑山猪、铁男人、安平快乐跑、安平夜跑、月牙湾慢跑、裕民长跑队顶跑者陪同下，转来到永华启信中心进行盛会安座。为我们这一次的安座仪式点燃烛火。各位所长官贵宾，热烈的掌声！烛火安座仪式顺利完成。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圣火，经过将近1个月，环绕了各县市以及台南市37个行政区，今天回到了我们市政府永华市政中心的广场前，我们做了所谓的圣火母火的一个安座的一个仪式。那这也象征说，我们的运动会即将正式开始。4月19号是我们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开幕的仪式，那地点就在我们亚太棒球训练中心少棒主球场。那接续的话，就会有1个礼拜整个赛事的一个开始。那来自全国将近2万位的选手会在台南市完成相关的一些竞赛，所以在这里除了要祝福所有来自于各县市的这些选手们都能够在台南找到属于自己的荣耀，同时也欢迎全国爱好运动的朋友们来到台南，为我们的选友来加油打气。全中运有将近2万名运动选手甲工作人员齐聚台南，参与这场全国体育盛事。这也是台南暌违20日冬后再次申办全中运。市长温特特别要求市府团队全力以赴，为场地准备到各项赛事服务，台南拢已经准备好啊。
希望所有来到台南的选手，拢会当突破自我，超越极限，创造个人上好的成绩，影响属于家己的荣耀。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立委陈天辉这一站接到台南的灵应奶子出现严重开花异常甲价格不良，也毋过因为财损也被累积到总面积20%的救助门槛，互农民相当烦恼。因此，陈天辉呼吁各区公所应该爱主动协助农民来通报。立委陈天辉17日邀集农粮署、市府农业局以及台南农改场前往山区会勘灵应跟奶子果树栽损情形。伊表示，各区公所必须接受农民的说报，才会当了解整个栽损状况。尤其这次完全是因为气候因素，佮加上每一种农作物的生长时间拢有无同，地方政府必须要汇集更完整的资料，农业部才会当尽速办理会勘，完成农业部栽损公告。农业局这边，你跟我们区公所，可能爱跟区公所讲的，就是有营养有奶鸡的，就是说现在，因为农民会担心啦，其实现在农民会担心说啊，我甲过去的经验，这个时阵是什么状况啊？这个现同期差很多，而且也知道依照他们的经验是完全可能这都不能够修啊，所以他们会紧张，所以我们就要在各区公所，因为这个跟所谓的我们那种台风啊，迄个是无同款，台风是一道，迄个立即性的那么那个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这个部分就是请我们的区公所接受农民的通报，因为区公所伊有因种偌济的面积。像陈林杯，我种偌济，我甲区公所讲，区公所得当调资料出来。你若看讲有到5%，恁得出来看。恁得讲哎呦，看完之后有到达20%，你们也就会汇集所有资料，送到我们的农业局，然后农业局再通报我们的农业部，再由农业部来做4方会勘。陈天辉指出，栽损认定的定数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过去地方普遍认为，农业灾害救助必须要等到中央公告后才会当报栽损，造成地方基层恐慌。农民也在等待当中错失黄金通报时间。农业局表示，只要农民有反映农作物栽损，各区公所就会落案登录，达到5%就会启动多方的会勘。认定后，若是有达到20%的栽损，就会送到农业部启动救助。农业局也一再提醒各区公所要尽速受理农民栽损数报登录。目前，咱市的改良山野甲土山野也已经达到20%的栽损，并启动救助。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安南区在地经营30-40档的阿祥蚵肉，因为所卖主价蚵肉甲现采海产不止新鲜，价小阁实惠，生意一直强滚以外，总铺师蚵肉肠嘛兼做办道，不管是新明星价带婚宴，经验相当丰富，在地人拢大推荐。农历3月，新明星济庙宇对老办庆典来接受信众，更是虔诚来参拜迎老爹。当然，应下传统宗教节庆，食拜拜保平安，更是重要事项。离安南区在地30-40档的阿祥蚵肉，因为因办得好功夫，同人知，所以本来了主客会配合新明星，嘛一定要请因来主食。伫咱这安南区这吼。40-50档来，大家学落爱搭子，伊的店也伫咱安中路3段136号，欢迎大家有闲去遐食伊阿祥蚵肉，安南区上赞。他们除了在地相当的知名以外呢，也冇咧做外汇，所以我们时常看到喜宴也好，或是说我们的神明的圣诞千秋平安宴也好。都会时常看到我们阿祥鹅肉的踪影，这阵都是咱的新明星，所以很多寺庙也都办理所谓的平安夜的活动，在家呢，刚好我们的整个一个阿祥鹅肉，它也生意可以说络绎不绝，那今天在咱那个本园寮组合会家，
天雄寺庙家也是他担任主持啊。阿雄哥爸为新明生所传的菜色，都要相当的澎湃，嘛坚持在地古早味，参照处理南京红鸡、红肉这几道手路菜，拢要2-3点钟，相当高工。阮所做的就是传承一寡吼，讲古早所遗传过来，一寡个较古早菜，所以有一寡南京红鸡，一般即阵新少年的一寡厨师哦。拢较毋捌做，所以阮就是拢会去做一寡像迄鱼翅鸡啦、南靖鸡啦，大风肉啦，古炒肠啦。拄着新明生旺季，阿雄哥爸一工会办卖200道，到现在也亲身操刀掌控全场。未登记所累积的好手艺，后一辈嘛愿意传承，属于讲总铺师行正道，感念爸爸辛苦。他们都要很早就起床准备，然后尤其是家中岛的时阵，他们就要那个1-2点就要备料，就是整理确认那个食材等等，然后到现场要3点。我觉得爸爸很辛苦，那也谢谢大家这么喜爱他的料理，实在好吃赞。伫成功老咧办的背后，专家伙仔齐心，才是将阿雄哥爸继续发光发热的关键。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迎接5月份温馨的母亲节，台南大碗爸除了祭出满5000送500，佮他给送加币美食羹以外，业者嘛呼吁，因为美国征收新关税，有家电等一商品后续拢会起价，所以民众有需要会当趁着这钱先买起来。伫协进国小附设幼儿园热情活泼的舞蹈带动，嘛要插入母亲节这个百岁年度第2大档期。开始业者为了抢占消费商机，对啊化妆品满10万的高消费有加码好康。台南专馆嘛推出东港满5000送500，佮加上加币美食羹的独家好礼。讲到独家，今年百岁嘛特别甲农业生机合作，推出只有因才有的乌特兰泥色的限定兰花，会当送妈妈来表达心意。当然，面对美国要征收新关税无确定性，所以业者嘛提醒，包括大型家电等这商品，拢可能起价，那有需要不妨把这个节庆先买起来看。因为关税的关系，所以说有很多商品预期会涨价，尤其是在化妆品的部分，还有一些家电3C的产品的部分，预期都会有涨价趋势。所以说在这档期里面呢，百货公司推出了相当多的优惠，搭配政府的优惠，我想这时候来买是非常划算的。百岁母亲节当期，无论采买日常保养品、美妆，甲妈妈装水水，或是随时互妈妈会当放松热龄的这商品。对4月18号到5月13号，都有满额回馈，送礼自用拢真适合，买买就爱把机会。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不离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赤坎澎湃商圈康梦月路推出全新的旅游翕相路线，游客唔但会当穿上汉服甲旗袍，伫巴东的府城随随翕相，还佫有中文、英文双语深度导览。透过镜头做伙来看。身穿婀娜多姿的旗袍，在浓浓历史氛围的对月门前留下最美的照片，或是穿上婉约典雅的汉服，仔细聆听导览。这是赤坎澎湃商圈和梦月楼所推出的旅游拍照路线。我们的商圈呢，因为在这个古城里面，所以呢，里面有最多的庙宇，
还有城门，然后呢也有很多的百年老店大概有6、7家以上。那很多你可以看到街道里面的地砖以及古建筑，这些是非常迷人的，其他地方无法取代。在地导览的结合，然后呢刚好我们在这边呢可以换装旗袍啊、汉服、浴衣，还有我们的就是韩服各色的一个服装，然后可以深入其境的一个体验。游客换装走读，仿佛穿越时空。当中不仅经过神农街、赤坎楼、承德剧堂等景点，还有武庙爱玉等巷弄美食，让国内外游客都能体会台南深厚的文化底蕴。那我们光吃就可以，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爱玉它算是在台南发迹起来的。那甚至真的天然的爱玉呢，它其实可以喝热的。那甚至爱玉老板呢，他会现场表演火枪喷爱玉。如果我看到一些人他在网络上面介绍，其实都是比较浅层的。那真的还是要导览呢，才能够更加的深入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故事、历史啊。台南就是一个慢活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就不是单纯是走商圈，可能就是像巷弄里面的美食跟了解历史，我觉得都很棒。这条路线预计要半天的时间，游客直呼超级划算。业者还寄出中英深度导览，让府城走向国际。记者说回台南报道。家人有咖啡店推出的咖啡礼盒，今年得到国际设计界相关荣誉之一 IF 设计奖。市长石国牛特别前往店内拍片祝贺，嘛行销打气。这是去年市府首度举办 K-Star 基隆之星甄选活动，以创新与多元的方式来推广基隆在地优质伴手礼。而最近传来好消息，3期1号咖啡店推出的宇都上河图绿挂咖啡礼盒，不但在去年荣获 K-Star 基隆之星首奖，今年更进一步获得国际设计界最高荣誉之一 IF 设计奖。基隆市长谢国良特别到3期1号咖啡店拍片，为他们祝贺，也行销打气。果然是越在地越国际。这个就是得到我们这个IF 设计大奖。那你知道这个，我这样也是一个我的感受啦，就我们基隆的伴手礼都很好吃，可是你知道那个包装是100年不变那你100年不变，在这个过程中，你如何迎合我们世界各国的游客，或者是海内外各地的老饕？这一点我们还是要透过设计来做更多的强化那我觉得3期1号愿意做这样的突破，而且真正拿到了这个设计大奖 ，IF 设计大奖，我真的觉得让我们基隆非常的开心。3期1号咖啡店创办人与负责人表示，宇都上河图绿挂咖啡礼盒的灵感来自中国经典画作《清明上河图》，希望让收礼者感受到基隆的独特魅力与历史底蕴。就是谢谢市长亲自到我们店里面，然后特别介绍我们店里的东西，还有宇都上河图，就是让我觉得，因为我们是返乡的青年就是从外地回来工作创业，所以不管是资源或者是上都很需要大家的支持。那市长亲自来一趟，让我觉得，我们辛苦这么久，是有人可以支持我们，然后鼓励我们的。那也可以想说鼓励，也有其他就是回来创业年轻人我们可以一起加油。IF 大奖得到了以后，我们未来在推广上，我们一定要跟它来结合，把我们基隆的意象跟我们的文化的传统，跟他们咖啡的美味，还有当然它的最好吃的这个新鲜水果的千层派的这样的甜点，好好推广给海内外的喜欢吃甜点跟咖啡的朋友们。而且他们的千层派，不论是草莓的或新鲜水果的，都非常好吃。我常常都跟我台北的朋友说，假如我只有1块蛋糕的容量要吃千层派，我不会去吃 Lady N， 我一定来吃3期1号的新鲜水果的千层派，真的非常棒，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们的蛋皮就是煎得非常非常的薄，它可以透光，所以这是咬下去跟酱还有水果结合起来，蛋皮就是入口即化。然后我们的酱也都是用100%的动物性的鲜奶油去做的，所以吃到身体里面它是比较没有那么有那种反式脂肪的负担，它比较健康。
对，而且乳香味也特别的浓郁，这个都是进口的鲜奶油去做的，还有我们都是用新鲜的水果，对啊。重点，它是专门为基隆人设计的 CP 值体积。为什么是专为基隆人设计？因为我们一颗草莓千层就放了1斤的草莓，一颗千层就放1斤，就等于一颗有600多公克的草莓在里面，所以我们切出来，你不管怎么切，都一定会看得到草莓的切面，就像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所以第一个看起来视觉就很加分，然后又有那个酱，这个酱是我们自己去调的，是专门淋在蛋糕上面的，这个是别家蛋糕比较少在做这种事情的，对，所以就增加2个层次。371号的千层蛋糕有好多种类，我今天特别吃的是现在季节的草莓的千层，让我感觉到浓郁，然后里面的这个气氛非常的舒适，让我吃了以后如在云端啊。那蛋糕让我觉得胃口大开，我非常喜欢这边的千层派蛋糕。透过政府跟民间携手努力，也希望鼓励更多的青年返乡来创业。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高雄市的鸟青湿地2个月前竟然出现菱角鸮家族，到达游玩有侪民众，甚至是新加坡的游客，专工前往看伊高水的模样。不过爱提醒，观赏的时阵爱保持距离，轻声细细，避免干扰。大大的眼睛，可爱呆萌的样子，这是2级保育类动物菱角鸮。想要看到它的民众不用跑到郊外山区，4只菱角鸮家族现身在市区的鸟松湿地，至今已有2个月。民众经过也会多看2眼，看看今天有没有出来见客。这几只菱角鸮的话，目前感觉他们应该是一组家庭，那有爸爸妈妈，然后2个小孩这样。那是在过年连假期间最后几天有人发现之后，就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在我身后的这片竹林里面。它有2只，有公母，爸爸妈妈都在这里，有2只幼鸟。目前它已经羽毛已经长得差不多了，它可能最近就会离巢了。再多久我们是还在观察。我每天都来观赏一下，像昨天就没有看到，今天它又出现了，已经出现1个多月了。这个环境应该算是不错，所以才会有这些奇怪的动物在这边出现。菱角鸮是夜行性鸟类，夜晚出去觅食，白天回来睡觉。尽管白天看到它，大部分时间都是闭着眼睛，也不见游客专程过来，就是为看它毛茸茸的呆萌样子。更有新加坡鸟友专程到鸟松湿地，就为一睹它的风采。而鸟松湿地主任为让菱角鸮白天好好补眠，也在步道上围上警戒线，希望游客观赏保持距离，轻声细语。有听这些爱好者说，这边有3只猫头鹰。那么对我来讲，这个猫头鹰对我来讲很幸运，我来到可以拍，也不会说我空手回家，就是这样。有看到超级可爱的。天天会来看吗？常常，我也是常常来看。所以2位都常来鸟松湿地这边吗？因为我是这里的志工。我也是。对。所以我们当志工也可以来欣赏那个菱角鸮。当然。所以来鸟松湿地当志工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亲近大自然，然后学习很多大自然的知识。会啊，慢慢长大，然后它每天都会变换位置，让你有新鲜的感觉，让你去寻找。对，每天位置都不一样哦。菱角鸮的话，目前是属于2级保育类动物。那来这边的话，因为它白天是在休息，所以观赏它或者是拍照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要注意音量不要太大声，就是包括讲话或者是人为制造的声音，像是拍手或者是敲打那个护栏之类的，就尽量避免。因为希望游客来这边欣赏它、观察它，要静静的、安静的，不要说去破坏它的生态啦，破坏它的环境，要不然以后它就不会来这边筑巢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欣赏到它的美。鸟松湿地在高雄鸟会认养维护下，近年来生态丰富，加上气温回暖，植物绿意盎然，昆虫鸟类纷纷现踪迹，也成为高雄民众假日休闲观赏生态的好去处。记者潘之光高雄报道。
根据着财政部统计，高雄去年便当销售金额是全台第一，民众普遍认为可能是较少，而且老店大部分拢是对高雄起价。44号，44。便当店前大排长龙，每到用餐时段总是挤满购买的顾客。小小便当因为方便快速，成为许多人饮食首选。去年高雄便当店以营业数1414家，销售额49.7亿元，成为全台之冠，民众大感震惊。其实我觉得我们这边的那个便当店是都还蛮不错吃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会是第一名哎。我很讶异哎，因为我觉得高雄是一个很发展的地方，可是便当我很少吃，可是怎么会是第一名？我也觉得很惊讶。据财政部另外一项统计，去年度全台自助餐与便当店共计有10176家，年增率达6.8%，销售额为315.2亿元，年增率21.7%。其中又以高雄的49.7亿元打败台中45.4%、台北40.4%、新北36.1%。我几乎每天都吃便当，那我觉得说高雄便当营业额可以是全台最高。第一个是高雄人本身就比较多嘛，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台北的便当本来就已经快可以跟高雄的，就是百货公司里面的东西都已经快差不多价钱，因为我也蛮常去台北的，所以我觉得高雄的营业额可以蛮高的话，应该算是第一个是高雄人本来可能就便当是比较普及，然后本来就价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这样子，因为有可能是什么正宗，还有一些连锁便当店都是高雄起家的，所以可能高雄人本身就比较喜欢吃便当这样子。餐饮成长也带动地方人口聚集，店家该如何选择？那餐饮业的蓬勃发展啊，也会吸引更多的人口进驻，所以它也带来了区域发展的循环。所以大概是像这些已经有发展，或者说正在发展有议题的新兴区域，是有明显的在做餐饮业上面的提升。这样，像高雄有自强夜市那一条嘛。或者是说在北高雄汉神巨蛋富国富民那附近，或者像现在新生的区域南子这些区域啊，那以高雄目前来讲，大概一般的那个大楼店面，或者是说透天店面一楼室内大概介于10坪到20坪左右的租金大概会是落在2万到5万之间。餐饮产业的回笼，它在租金上面的挹注其实也是有提升的。在这掌声响起的时代，各地店租也逐步喊涨。今年是否依旧能有此佳绩，各界等着看。记者陈怡轩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4月18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杨秀怀，咱再会。阿妈你好，我是来给你送小红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同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庇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代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刚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
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很棒，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8照明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8冷气用电。等下更多的电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不，